咱那太爱村办公过后，村民留守办一批黑的，不过今家咱一开始有看到讲，几多的法规制度路还唔清楚，因为韩国社会黑人企业生活技能唔足，人家唔单止爱去本医生看，爱去判货，村业如果唔理偏，睇个韩国社会黑几难落实。广东好天时，喺度睇太海村嘅演出面搭建表演所需要嘅舞台。 也係目前太海人氣地區最常看到嘅義工代證。行政院跟新政府，我们提供了一些短期880工的专案，一期是半年，那现在是正在进行第2期的工作。大爱园区的周边新建的永林有机农场，目前已经禁用了104位的灾民，其中有90位是我们小林村的组合屋的居民，以及目前居住在大爱村的一些住民。 今日一從太義同家鄉嘅三亞綜合地，有能力嘅後生嘅，做離開家鄉睇腦袋前條路。對對，你話睇太海村嘅2000人少嘅村民，安尼工作機會係唔大白嘅。在這邊以目前有600多戶，那600多戶起碼有2000多人的人口在這邊要生活着。以目前來講，我們在這邊有推動那個勞委會的800工的這個工作機會，大概有180幾個工作機會在這邊。呢是臨時工嘅咧，半年天咧，半年後做出嚟吼，看個唔知愛上乜嘅方法來生活咧，望而家個勞工治啊。 勞工嗰個為人家營業800個人咧，800個人而家一張做到22工人啲咧，冇做到30年。這樣嘅無解釋，現實嘅需求係喺度優先解決。喺度睇64公頃嘅太海村，無任何嘅公共交通運輸系統，基本上嘅村業人氣全部都係自家想辦法。今年75歲嘅顧松妹。 2月份當從甲線上班入來，20條搶一個人體路卡裝天使，身體唔舒爽嘅時節，搶做得圓通等頓體腦杯路卡人，帶伊去幫醫生看。佢三那個冚當嘅位坐查都好遠嘅咩？哦，做迄安尼行唔得出去，規種嘅都迄按到老人家都安尼啊，大部分腳氣無好啦吼，要去。 本身上看，有啲個啲地尾搬出來，愛行出去坐查，規個山方看也冇法度啦。我們三林國中那邊有一個高雄客運的一些轉接站，它有那個站牌，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園區的接駁巴士跟所謂公共運輸高雄客運的公共運輸的路線的結合，將這一些住民們的公共運輸的問題先獲得解決。 三亞太海人氣所規劃嘅交通差，以及喺9月份上路，初期先試辦3站日。不過除了高雄人以外，其他7個縣市嘅30處基地，陸續興建完成嘅2586間嘅永久屋，到時節嘛將面臨相同嘅問題。基本上嘅有一半社區嘅生活機能，一天還會經過一趟無算短嘅陣痛期。客家新聞曾分子共同報道。